即马那 AI 高科技产业需要大量的用电，病院嘛是碳排甲用电的大户。卫生福利部部长邱泰源是指出讲，今年跟明年拢有预算来鼓励病院减碳，学者嘛建议讲应该要展开专门的碳盘查，才知影讲问题出伫对安怎解决。AI 甲静宜大工产业常常被称为是家电怪兽，毋过其实国内医疗院所温室气体排放占全国排放比例将近4.6%，比全球平均值较悬。安尼情形，也毋那是只有台湾发生，国际环保团体形容，那全球的医疗部门是一个国家，伊会是世界上第5大温室气体排放国。今年其实都已经有编预算，明年会编更多预算来给来鼓励所有的医院往这一方面来做碳足迹的一个了解。要安怎寻求降低碳排解放，加做各大医疗院所尽速解决的问题。以双和病院为例，这几年透过能源、水资源管理加数位转型，那省人力金钱也大大减少碳卡价。最近4年，我们大概进步的幅度是20%。好，那另外在能源密度上面，我们也控制在220左右。那这个数字是优于国际的一些医院的平均值。台湾400多间病院用电量伫个非生产性事业排名第一，占比16.9%。每年所用电量比高铁代替等交通工具较悬，学者建议医疗院所第一步要先做全面性的碳盘查，尤其是空调、照明甲电梯。一个单位它空调所需要的程度及照明程度，逐个房间、逐个单位去做，这个没有一触可及的方法。提出以来上大的排放源对症下药，将互能源管理更加有效率。想要对着国际净零排放的目标，国内医疗院所都要赶紧咯。记者综合报道。